今集嘅故事係我朋友細個聽佢阿公講過關於招魂嘅真實恐怖靈異事件，係喺佢阿公以前住嗰條村度發生，而且呢件事係有好多村民一齊見證。大家好，歡迎返嚟千幸靈語。我朋友聽佢阿公講呢個故事嘅時候，只係得13、14歲，所以佢話故事嘅細節佢唔係記得太清楚，同埋佢阿公而家都已經唔喺度，佢只係將佢記得嘅內容講返出嚟。佢亦都有嘗試幫我問返佢屋企人，最後集合大家嘅記憶，湊成今集嘅鬼故事，希望大家鍾意。事不宜遲，故事開始啦。喺好多年前，阿公喺大陸一個偏遠農村入邊發生過一件細路失蹤事件。嗰條村唔大，出入都係啲泥路，而村嘅後面就有一條河，唔算闊，水流唔算急，加上河水清澈又清涼，呢條河就成為咗當地小朋友夏天必到嘅遊樂場。嗰日失蹤嘅係一位8歲嘅男仔，佢朝早仲喺村口同其他細路玩，晏晝就冇返屋企食飯，屋企人以為佢去咗邊個親戚或者鄰居嗰度，直到天黑都仲未見到人。成條村嘅人就出動去揾，有人就逐家逐戶敲門問，有人就去農田，有人就去山腳，有人就沿住河邊一路行一路揾。就喺河流嘅轉彎位，有人發現咗一樣嘢，一對細細嘅拖鞋，整齊咁樣放喺河邊，而呢對鞋就屬於失蹤嗰位小朋友。所有人都心知不妙，對鞋就唔係亂咁擺，係有人刻意除低咗，整齊咁樣放好，所以大家推斷應該唔係拐子佬。有人就話細路可能落咗水玩，天太黑未揾到路返嚟。另外有人話可能俾河水沖走咗。隨即身後就聽到小朋友個媽媽絕望嘅喊聲。之後嗰幾日，村民連同治安隊日日落河度撈竹竿、漁網，甚至有人直接去河尾度落水度摸，但係就乜都冇，冇屍體，冇新嘅衣物，一啲線索都冇。慢慢村入邊嘅人就開始話個細路可能真係死咗，但係細路嘅父母就唔肯相信呢個殘酷嘅事實，佢哋就話只係揾唔到，唔代表死咗。就喺呢個時候，有人介紹咗個術士俾佢哋，話佢可以知道小朋友個下落。嗰個術士就唔係本村人，聽講係隔離2個鎮，平時就幫人睇下風水、問卜、做法事同埋招魂。佢嚟到之後算一算，第一句就話細路已經俾河水沖走咗，浸死咗啦，我哋要盡快幫佢招魂，因為仲有2日就係佢嘅頭七，如果唔係佢嘅魂魄就永遠都返唔到嚟，叫做孤魂野鬼。佢仲話意外死亡嘅人有時魂魄會留喺原地，唔知自己發生過咩事，只要做啱方法就可以叫佢個魂返嚟。細路嘅屋企人一聽到完全崩潰，雖然一直都未揾到屍體，但係萬一術士講嘅嘢係正確，咁就錯過咗招魂嘅機會，唯有決定照做。術士就話招魂要有媒介，最好係細路生前用過嘅嘢，貼身嘅。而家佢哋得返嘅就只有嗰對喺河邊揾到嘅鞋。術士望住對鞋停咗一陣，然後就話對鞋喺河邊揾到，個魂魄可能都係喺附近。但係佢就冇再講多啲。第一晚招魂就喺河邊度做，冇乜誇張嘅儀式，只係點香、燒紙，不斷咁樣叫細路個名，再念咗一大段大家都聽唔明嘅咒語。村民就話嗰晚啲風好奇怪，明明就冇起風，但係燒紙嘅火光不停咁樣擺動，而且燒得好旺盛。除此之外，乜事都冇發生到。第二晚，術士就話喺屋企度做，佢將細路對鞋放喺屋企嘅中間，用紅繩圍住，話係指路，再放埋事前叫細路嘅屋企人準備嘅神主牌，等小朋友嘅魂識得自己入屋。術士就喃喃自語咁樣不停念經，隔咗2個鐘左右，術士就話個小朋友個魂已經招咗返嚟，叫佢屋企人放心。雖然招魂嘅儀式已經完咗，但細路嘅屋企人仍然冇放棄個魂，
就算真係死咗，都希望揾得返條屍。之後嘅日子，細路嘅屋企人就開始遇到一連串嘅怪事。唔知佢哋咪日有所思，夜有所夢，成日都認住屋企仲有其他人，經常都會聽到唔應該出現嘅聲音，例如冇人喺房嘅情況下，會聽到小朋友跳床嘅聲音。夜晚深夜嘅時候，仲會聽到有人起身食嘢嘅咀嚼聲，聽落都幾陰森恐怖。其中有一晚，細路個爸爸見到屋企門口有一個疑似小朋友嘅人影行過，但係行路嘅方式好奇怪，好似趷高對腳，腳踭唔掂地咁樣行，而且雙手係垂直，完全冇前後擺動。當佢想望清楚啲嘅時候，眨一眨眼已經唔見咗啦。而媽媽就試過夢見一個全身濕晒嘅細路企喺佢嘅床尾，佢初時以為佢個仔，但係個樣係完全陌生，從來未見過呢個人。然後突然扎醒咗，先知道頭先原來係發夢。但係最得人驚嘅係，起身之後就發現個床尾個地下真係濕濕地，同夢境係吻合。就係咁，佢一家人嘅精神狀態就越嚟越差。本來失去咗個仔已經令佢哋接近崩潰邊緣，加上最近不斷遇到靈異嘅怪事，兩公婆開始輪住嚟病。術士解釋就話，小朋友嘅魂已經招咗返嚟，所以佢會好似以往咁樣喺屋企生活。你哋聽到嘅嘢同埋見到嘅嘢都不足為奇，只要你哋念地藏經，念足749日就可以幫佢超度。佢兩公婆其實都有所懷疑，因為佢哋遇到嘅靈異事件，同樣直覺上話俾佢哋知嗰個並唔係佢哋個仔。直到有一次，一個可怕嘅經歷令真相終於浮出水面。嗰晚，嗰兩公婆上床準備瞓覺嘅時候，都未瞓着，佢哋兩個都聽到有人喺度卡喉嚨嘅聲音喺個廳度傳入嚟。兩公婆互望咗一眼，再望向廳嘅方向。因為以前農村嘅房係冇房門，所以佢哋係可以直接喺張床度望到出廳。佢哋一齊望過去，嗰一個畫面令到佢哋永世難忘。佢哋見到一個年約40歲嘅中年男人，凌空飄起咗。佢並唔係半透明，亦都唔係煙霧咁嘅形式，係實實在在好清楚咁樣見到着住唐裝衫嘅男人飄咗喺半空中。個男人個樣好恐怖，成塊面都係瘀瘀黑黑咁嘅灰色，雙眼突出，血紅色，個口張開，拼命咁樣呼吸。再望落少少，就見到佢條頸有條繩索勒住咗。冇錯，佢哋見到一個男人喺佢哋個廳度吊頸。嗰兩公婆當時都唔知係驚得滯定係俾鬼砸，兩個都喐唔到，只可以眼定定咁樣望住個吊頸男。幸好嗰個畫面只係持續咗10秒左右。其實都唔應該用幸好呢兩隻字，因為呢個畫面實在1秒都嫌多。10秒之後，個男人突然之間消失咗。嗰兩公婆嗰晚都冇瞓啦，直接拎咗少少行李就離開咗間屋，去咗隔籬男家二弟屋企過夜。第二日一早，佢哋將呢件事同啲鄰里講，眾人議論紛紛。其中一個老人家行出嚟就話，以前嗰條河嘅隔籬的確曾經有個人喺嗰度上吊輕生。佢哋尋晚有可能見到嘅就係嗰個人。有機會嗰晚術士招魂嘅時候招咗其他嘢返嚟，可能仲要唔止招咗一隻。於是嗰兩公婆直鏟上去隔籬鎮揾術士，術士就好淡然咁話，唔使驚，慢慢將佢哋送走就得。然後術士拎埋啲架撐跟咗佢哋返屋企，幫佢哋進行一次驅鬼儀式。其他食花生嘅群眾就覺得成件事好可疑，呢頭就招魂，轉個頭就話要驅鬼，可能根本就係神棍。之後落嚟嗰1個月，嗰家人依然會遇到唔同嘅靈異事件，慢慢佢哋開始撐唔住。媽媽就病咗，成日發燒，爸爸就精神恍惚，親戚就開始疏遠，
話佢哋招錯嘢。最後術士都走埋，臨走之前淨係講咗句，再搞落去對大家都唔好。無奈嗰個家庭就散咗，有人失蹤，有人搬走，有人病倒，有人就一直活喺自責嘅入邊。而嗰個8歲嘅細路到今日都冇人知道佢到底死咗未，冇屍體，冇真相，只係知道因為一次嘅招魂，佢哋招返嚟嘅係一堆同佢哋冇關嘅亡魂，但係就偏偏揾唔返佢哋最想揾嗰一個。今集就講到呢度，你哋覺得到底呢一家人係本身已經招惹咗啲惡靈，導致家破人亡，定係誤信咗啲江湖術士，結果害咗自己呢？留言話我知啊！如果鍾意我哋嘅故事，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支持我哋，等我哋分享更多嘅靈異故事。撳埋個鐘仔，咁我哋定期出片就會通知大家啦。